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8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求必得着，敲门就必给你们开门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。但千万不要以为随便乱求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回应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记载中就有2个不同的求，一个是雅各向上帝的许愿，这个许愿是符合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上帝让雅各从拉班的身上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羊群和财富。另外一个是雅各的太太利亚和雷结，那么为了要报复父亲的欺负，就趁机在父亲剪羊毛的时候偷了家族的神像，这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埋怨说，雅各抢走了我们父亲一切的财产，他所有的财富都属于我们父亲的。雅各也发觉拉班不像从前那样的对他友善。这时上帝对雅各说，你要返回故乡，到你祖先和亲人那里去，我要和你同在。于是雅各派人传话给雷结和利亚，吩咐他们到他放羊的地方相会。他告诉他们，我发现你们的父亲待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友善，但是我父亲的上帝一直与我同在。你们2个人知道，我用了全部的精力替你们父亲工作，可是他欺骗我，10次改了我的工钱，但是上帝不准他占我便宜。如果拉班说有斑点的山羊当作你的工钱，整群的羊都生下有斑点的小羊。如果他说有条纹的山羊当作你的工钱，羊群就生下有条纹的小羊。上帝拿走了你们父亲的羊群，把他们赐给我。有一次在羊群交配的季节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看见在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有斑、有纹、有点的。上帝的使者在梦中说，雅各啊，我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他说，你看，所有在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有斑、有纹、有点的。我使这事发生，是因为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我是在伯特利向你显现的上帝，你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做纪念碑，在那上面浇了橄榄油，并且在那里向我许愿。现在你要准备回你出生的地方去。雷结和利亚回答雅各，反正我们不能从父亲继承什么，他把我们当作外人，卖了我们，也吞没了卖我们的身价。上帝从我们父亲那里拿走财富，原是我们和我们儿女的，你就照上帝对你说的话去做吧。于是雅各准备好要回迦南他父亲以撒那里去，他叫儿女和妻子都骑上骆驼，赶着他所有的牲畜，带了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累积的财产走了。当时候拉班去剪羊毛，雷结就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走了他父亲一些家族的神像。雅各瞒着拉班偷偷的走了，他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匆匆忙忙的走，渡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往基列山去前进。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应许。他说，求就能够得着，寻找就能找到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样的应许对基督徒而言，其实这是一个福音。
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对门徒说过，过去的许多君王，他们想要寻找那特别的恩典，却找不到、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，没有跟随主的脚踪，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找到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找到，敲门的门就开了。你们当中有谁儿子要面包，却给他石头；要鱼，却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邪恶，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上个主日牧师在信息分享里面也提到了正确的祈求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祈求，更需要有生命的实践，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得福。诗篇17篇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上主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，愿你宣判我无罪。因为你知道我什么是正直，你知道我的内心，你夜里来查看我，你彻底考验了我，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，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依靠你，就能躲避仇敌。求你保护我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，让我躲藏在你的翅膀下。因为我正直，我得以朝见你。我醒了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感谢天父赐下应许，让我们能够向你开口祷告祈求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以正确的生命态度来跟随你，真心的祷告祈求而不妄求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